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。基列耶林人就来接上主的约柜去山顶阿比那达的厝，因任命伊的囝以利亚撒固守上主的约柜。约柜留伫基列耶林有20年久，以色列全家痛悔归向上主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讲：恁若要专心归顺上主，着对恁中间除去外族的神明甲亚斯他略女神，坚决归向上主。只有服侍伊，伊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去逐所在的巴力甲亚斯他略女神，只有服侍上主。撒母耳讲：着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米斯巴，我要为着恁向上主祈祷。因就组织伫米斯巴唱水倒伫上主的面前。迄日，因禁食伫遐忏悔讲：阮有得罪上主。撒母耳就伫米斯巴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伫米斯巴聚集，因的首领就出兵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到就真惊。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：请你继续为着阮求叫上主，咱的上帝，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用一只食年的羊仔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有听伊的祈祷。撒母耳在献烧化祭的时，非利士人逼我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迄日，上主大声弹雷攻击非利士人，拍乱因就刣输，对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。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追杀因直到伯甲附近。撒母耳伫米斯巴甲线的中间采一块石，甲伊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讲：到今仔日，上主一直有在帮助咱。对迄日起，非利士人就屈服，毋敢阁侵入以色列人的领土。撒母耳活地的时，上主的手阻止非利士人的侵犯。对以吉伦到迦得，非利士人抢去的城，拢还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收回拢总的领土。迄时，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。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。逐年，伊巡视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这个所在，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伊巡视了后，拢会倒去伊的故乡拉玛，伫遐做士师。伊嘛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祭坛。